大家好，歡迎嚟到中文輕足識。我哋今日嘅話題係倒數世界盃。大家最近有冇留意世界盃比賽呢？如果要用一個詞語嚟到形容呢一屆世界盃，你會用邊一個詞語啊？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考慮用如火如荼或者開到荼蘼嚟到形容呢一屆世界盃比賽呢？如火如荼係一個成語，出自國語吳語啦。最初咧係形容吳王夫差嘅軍隊陣容盛大，軍服咧紅色好似火咁紅，白色咧好似桃咧咁白。咁桃咧係茅草開嘅花。到咗而家咧，呢個詞語咧大多數嚟到形容咧事物嘅發展非常蓬勃啦，氣勢浩大。世界盃算唔算係呢一個如火如荼呢？而家唔少商場啊、餐廳啊都會直播呢一個比賽喎。大家即使冇購票入場咧，都可以去到呢個商場啊、餐廳啊等等咧，嚟到感受觀察一下比賽嘅氣氛係咪好熱烈啦？可唔可以稱得上如火如荼？至於開到荼蘼咧，係出自宋代詩人王琦嘅作品。開到荼蘼花事了，咁荼蘼咧係春末最後盛放嘅花，咁而花事了咧就係表示咧春天過去啦，春天盛開嘅花咧亦都已經過去啦，比喻事情咧就已經係去到最後嘅階段，即將結束。咁世界盃咧喺2026年6月11日開始，去到7月19號。咁喺當中裏邊，我哋可以睇下到底而家係處喺乜嘢嘅階段？會唔會係分組賽啊？或者係淘汰賽啊？係邊一種嘅淘汰賽呢？睇下會唔會佢已經係去到尾聲，開到荼蘼啦？詞語運用嘅選擇咧，例如如火如荼啊、開到荼蘼啊，其實咧可以咧依照事物發展嘅客觀規律咧嚟到係去判斷嘅。不過咧要注意咧，今日如火如荼嘅東西咧，一段時間之後咧，可能已經係開到荼蘼，甚至乎咧變成咗明日黃花。我哋觀察事物咧，有陣時候咧真係要與時並進，見微知著。呢一屆世界盃，你又認為邊一個階段係最精彩呢？最有亮點呢？歡迎各位留言分享你嘅心得見解，亦都歡迎大家咧讚好或者將頻道咧係分享俾你身邊嘅人啦。謝謝大家，下一集再見。